Hello，大家好，好快我又出第二條片啊！咁由於我都係新開嘅頻道，其實我都預咗啲 view 數係少到冇朋友啦。不過我都係當係學下嘢，娛樂下自己嘅啫，所以順其自然啦。同埋今次又試下用 I 嘅配音，睇下效果係點。好啦，入正題啦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啱啱推出嘅電子交通告票平台。話說政府琴日宣布，第日會使用呢一個嘅電子交通告票平台。咁簡單嚟講，就係第日出牛肉乾就唔使再插張實體嘅告票喺你擋風玻璃度啦。大家聽到係咪好開心呢？睇翻個記者招待會，其實現場都好溫馨啊！有警察自熊仔向大家介紹，雖然阿 Sir 攞住熊仔嗰個牌，個感覺係有啲違和咁嘅，同埋可能阿 Sir 比較緊張啦。相對起嚟，阿 Sir 個樣係冇嗰隻熊仔咁開心嘅。其實係咪阿 Sir 都好啦，要翻工咁樣拎住個熊仔牌對住鏡頭唔容易。你見喺銅鑼灣走嚟走去嗰幾個身掛住一堆廣告嘅人，你睇到都覺得唔容易啦，係咪？但係我睇幅圖都感受到份開心同埋喜悅。你睇下隻熊仔幾可愛啊！我唔知道如果你俾人抄牌嘅時候咧，如果係呢隻熊仔走埋嚟抄啊，你會唔會開心啲？當你聽到原來交罰款係咁容易咁方便，你會唔會下次特登揾自己嘅車牌喺正總嘅門口？希望爭取機會，享受呢種方便同埋快捷。你上網見內地啲餐廳，一邊食飯就一邊睇人跳舞，而你就一邊俾人罰款，一邊又可以感受到俾人懲罰嘅方便。其實都係同一個道理啫。我自己都曾經係一個駕駛者，因為車位太貴，所以覺得唔抵，就冇揸幾年啦。我之前都揸咗差唔多10年嘅私家車，基本上我俾人哋抄牛肉乾嘅次數應該唔多於3次。原因就唔係話我特別守法，只不過其實我真係好黑仔。印象中我第一次俾人抄牌，好似係喺又一村嘅附近。其實我當時只係想入超級市場買少少嘢，間超級市場一啲都唔大啊！我亦都只係用咗大概5分鐘就買完晒，但係唔好意思，一出嚟就見到俾人抄咗。至於之後一兩次，我記憶中都係跟隨師兄嘅講法，人哋擺路邊，我又試下，同埋我都唔會擺太耐，都係1個鐘頭以內。但係鑊鑊都係俾人抄。從此以後，我就被教導成一個良好嘅市民，都係揾停車場泊啦。有時我淨係去街市買條魚，都會去揾個停車場。條魚可能40-50蚊，泊車可能要30蚊。Oh my god！就係因為咁，所以我之後都決定唔再養車啦。香港地養車真係唔容易，你俾得起錢，唔代表你唔使谷鬼氣。每逢去假日去燒烤場，只係晏少少，係真係中午未到個鐘少少，你就直接可以由爸爸、老公變成一個司機。當你一家人喺度燒雞翼嘅時候，你就坐喺架車入邊，慢慢等車位，幾寫意啊！交係咁啦，你去商場係差唔多。知大家有冇去過荃灣廣場？每逢假日，外面都係有一條車龍喺度等入去停車場。當我作為行人行過，見啲車喺度等入車場嘅時候，我個腦就諗緊，以前喺度排隊入車場嗰個應該係我。今日角色調換，我行多幾十步就可以入到商場食飯，我嘴角都會微微一笑。唔好誤會，我係羨慕師兄可以喺車廂入邊嘆冷氣啫。咁不過放心啦，而家經濟咁好，搵車位都越嚟越容易啦。我對前景其實都好有信心。好啦，今日講嘅就到呢度啦，睇下幾時可以再搵一啲有趣嘅題目同大家再傾啦。再見。